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咱来研究两句词，对日本时代流传出来。乌鸟甲乌狗，内容安怎样解说？国情啊专工去变。日本时代杂集南音内底四句联，见面咱来听一趴讲。人讲乌鸟是啥款？衫穿短短，裙下悬。有穿长衫花色断，有挂手表无手款。人讲乌狗倒一个，衫穿束腰，裤穿夹，手巾细大形状下，手指目镜红皮下。见面四句人就问讲，人讲乌鸟是啥款？你若唔知，我甲你报。吼，后迄个衫穿短短啦，后迄个有挂手表无手款，哇，这拢对外观咧共描写呢，无毋对。乌狗四句联还佫较含，咱知影，那乌鸟咧描写女性，较新潮派，穿插甲传统的样式较无共的啦。啊，那乌狗咧，乌狗咧讲查甫的讲衫穿束腰，裤穿夹，手巾细大形状下，手指目镜红皮下。当然啦，若讲穿插甲人较无亲像。这无论好，无论歹，无得甲讲，咱无在条去判断甲比较。毋过，过来这两趴四句联，你就理解咯。你继续甲听，就知影讲，原来日本时代咧讲乌鸟乌狗是反面的解说，是专门咧批赏少年男女的。过来四句联讲乌鸟徛在巷仔口，结甲一身白泡泡。乌狗看到假禽兽，乌鸟会手甲点头。乌鸟住伫三层楼，乌狗徛在涂骹兜，两人约束假禽兽，互人看到蛋石头。这两趴意思要挖呢，对。啊，着小姑娘啊，伫咧楼顶，楼骹乌狗，头拄啊国情有讲，形容查甫的徛在涂骹兜，约束假禽兽，敢若牵一个少年，是安那四边看着人家蛋石头。煞毋知讲迄当阵的社会，讲乌鸟乌狗，毋敢若穿插甲人较无亲像，连伊的行为嘛无检点，有各样。讲一句较土，我前捌看到迄个四句联，讲乌鸟乌狗相带免拜堂，带去海边公会堂，就是做迄个袂见情的代志嘛。啊，咱认真来甲研究。那现代有人咧学老讲，哇，你穿甲敢若老乌鸟咧，这毋是屁上批评，真倒咧学老。毋过日本时代这两句词，正是反面的意思。